力。心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力的人，伊论因的位；卑微的人，伊高升伊；枵的人，伊用好物，互因食到饱；悬的富的人，伊互伊空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人民，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施乐互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2025年，已经6月，我们已经过一半了。那神说呢，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要来祷告，你们中间有喜乐就该歌颂。我们知道，我们不管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但相信我们只要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带着一颗敬拜、敬畏他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要把他最大的福分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施行拯救的神，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希望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停留在音乐上，停留在我们的技术上，或者是停留在我们的肢体上，我们刚刚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不管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不管我们的技术如何，我们的歌声如何，相信神他都是最看为宝贝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他。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他。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他是我的牧者，要引领我，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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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赞美。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颂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让我们大声来欢呼，扬
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他。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因为他是丰盛之主，你是丰盛之主，他要成为我的牧者，引领我走人生的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再说一次，他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因为他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重新说，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对他说，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谢谢神，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因为他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已经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我们靠着神，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感谢神，感谢神他的爱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也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慈爱，会有祝福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让我们再说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
舍言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青草的手，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也不怕遭害，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测度的。谢谢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只能对你说，有些话我们也只能向你祷告，因为你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为宝贝，虽然我们在地面上犯了许多你不喜欢的罪，但是神，你依然用你洁净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身灵，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一个很干净，你看为很宝贝的人。谢谢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你也都纪念，所以我们可以向神你祷告。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回应神的爱。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
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让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知道你是恩典够我们用的神，谢谢神，你今天赐下美好的主日，让每一个渴慕你、渴求你的人都能够来到圣殿里来敬拜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凡事都有神来掌权，
因为你是使那万事互相效力的主。我们知道你让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偶然，而是神你要显出你奇妙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神，你也赐下盼望，赐下爱，赐下喜乐，赐下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即使我们在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致害怕，因为神你的手要牵着我们走过，你的杖你的竿也都要安慰我。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孩子像今天的礼拜，今天的赞美程序全然交托在神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最配得我们赞美，你是那最配得荣耀的主。谢谢你，孩子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空空的来，都能够领受到满满的应许回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活出神最美好的样式，让众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神你的门徒。孩子这样子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兄弟姐妹请坐。这是咱的吟圣诗149首。美妙主耶稣，万美你关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三甲用书读圣经，谈心出声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同心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当中，你看顾阮，
你因带阮，互阮出入工作一切拢平安。也感谢你伫即个圣的日子，因带阮进入到伫你的殿院来伫遮亲近你。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用心灵诚实来亲近敬拜你，也互阮伫今日的敬拜内面，阮甲你相拄。主，但今仔日阮要过来守圣餐，要来孝念主，你为阮来拍破你的身躯，流出你的宝血，互阮伫无搁陷入伫罪当中，互阮省视阮家己甲你的关系，互阮会当搁一摆进入到伫主你的殿院，阮献上感谢，因为你是阮的主。你受定的时，迄个布你对头到尾立到涂骹，你互阮会当伫今仔日直接甲你讲话，主这是阮的福分。但阮也要省视阮过去所犯的罪，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互阮会当伫遮省视家己、审问家己的事，阮无来啉食阮家己的罪，互阮伫遮来守这个圣餐，孝念主你为阮来拍破身躯、流出宝血的时，阮搁一摆搁较谨慎伫阮的言行举止内面，互阮活出有主你的生命，互阮活出有主你的样式。互阮伫即个敬拜的当中，会当搁一摆有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即个教会的每一个角落，互阮伫遮遥遥来巴倒转去，也求主你甲丁牧师三个弟弟，互伊今日甲阮伫遮来分享上帝你的话语，有充满对你遐来的智慧甲气力，有权能来医治遮个病痛的，安慰遐个心灵哀伤的。互阮伫今仔日真正来领受对你遐来的满满恩典甲福气。阮将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内面。阮的恳求祈祷交托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请坐。即时咱要来交托启应文11篇，是记载伫诗篇42篇。我来刻，咱来印。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明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念遮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会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足。你的瀑布出声，就深渊甲深渊三叫应。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的对敌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有足，我的心啊，你啥事有足？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是我的面的阳光。即时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1篇11章，咱为17节看到34节。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咱看到34节。
我将即个吩咐恁，毋是学了恁，就是恁自己无抵到利益，是抵到损害。头一项，我听见恁自己做的时，恁中间有分党，我也大略信，因为恁中间袂免得有党派，要互真实的人显明伫恁中间，安尼恁自己伫一所在，毋是食主的晚餐，因为食的时，逐人做伊大成食伊的下饭顿，有人枵，有人醉。恁减无厝通食心嘛？是恁看轻上帝的教诲，也互无的见笑啊！我要对恁怎样讲？伫即个我要学了恁吗？我无学了，因为我对主受业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27节，安尼，见若食主的饼，也是啉主的杯无合意的，是辜负主的身躯甲血。若是人着家己省察，正通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人无分别主的身躯来食、来啉食，就是对啉食来家己处审判。所以恁中间衰烂的、破病的侪侪，死的人也无少。咱若家己审问，就无受审判。总是咱受审判，是互主所警戒，免得甲世间同受定罪。我的兄弟啊，所以恁自己要食的时，着三听候。若有人枵，着踮因厝食，免得自己抵到受审判。其余的等我来，正要设法。上帝的话，咱看到这，即时咱要请田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为你我所设的宴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心内真欢喜，甲咱做伙欢喜。咱已经欢喜2个月去啊吼，咱3月底嘛，印象中，牧师嘛真欢喜，一只来要甲咱做伙伫即个新堂来敬拜上帝。今仔日的主题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咱。去第一届伫遮来收即个圣餐安尼吼，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咱一个新的无共款的即个方向安尼，相信即个所在是上帝恩典满满实落伫咱身躯顶的，咱伫遮来听上帝的声音，咱要伫遮共款不管是伫新的还是伫旧的。相信上帝的话拢会实落伫咱的生命当中。虽然是换一个所在，总是上帝的疼并无改变吼。虽然换一个所在，总是上帝的恩典永远不断实落伫咱的生命内底。求上帝来保守咱，永远共款，用着安静的心伫遐来领受上帝的即个祝福，互咱对上帝的话，再搁一届来得到即个快乐，得到勉励安尼。求上帝来保守，愿圣神继续引带咱。较等牧师要用即个题目为你我所设的宴舍来甲咱做伙来分享。求上帝来保守咱
有许多入来时阵当然即届算应该第2届有一届是咱的圣神，咱的迄个国外受难州伫即个所在，总是忍不住又要再多看几眼安尼真正是足新鲜的期待即个感动一直来帮助咱、保守咱，互咱伫遮有缘一直领受上帝的带领求上帝来看顾保守咱。未分享大心，咱先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即个新的圣殿伫遮来组织主，阮第1届伫即个所在伫遮来收圣餐相信伫过去阮回想上帝你的恩典怎样带领阮。用安尼的回想，用安尼过去，上帝你的恩典，搁一届相信对今仔日开始，对每一个主日，对每一届的聚会内底，上帝你有缘也要恩典满满施落伫阮的当中，互阮伫即个空间内底来敬拜你，互阮伫即个空间内底有缘领受主你的提醒甲鼓励。主，阮要来听你所互阮恩典的话语，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无受到世俗遮的事项伫遐搅扰阮将遮的烦恼的事带到你面前，仰望你上帝你圣手，通过你今仔日的话，主你一个一个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用上适当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内，互阮领受对上帝你活泼的话语，得到安慰甲鼓励。主，阮知阮可能有人心中真震动阮相信主你也要来鼓励，阮相信伫阮的生活当中有做的遮的艰苦困难，总是阮也用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主你就要来安慰阮。主，阮相信阮的心灵要得到上帝你亲自的即个养赐，互阮心灵得到帮助。感谢主你，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圣名。阿们。兄弟姊妹，这个题目为着你我所设的宴席宴席咱咧讲参加婚宴咱咧想着宴席，也是讲咱平常时咧食饭用餐的时阵，毋知咱敢会想象着咱介意食的物件是啥物货安尼吼？咱介意食的物件大概有一两项安尼。有的人可能爱食即个卤肉饭，有的人可能爱食即个牛排，有的人可能爱啉份珍珠奶茶呢吼。咱可能先将这个到底好歹咱先家放一边，当然这拢是咱是介意食的安尼。其实牧师嘛对伫即个麻酱面真有兴趣啦吼。毋知咱当中敢有对麻酱面有兴趣的，特别伫迄个林恒遮，佫发现讲有黑麻酱面安尼吼。毋知咱敢知影倒有黑麻酱面？牧师无讲过的意思啦吼，只是迄个有心里面有感而发，感觉我爱食即个物件，甲咱做伙分享吼。哎呀，咱林恒有一间咧卖黑麻酱面，总是食真毋甘安尼吼。对7月份开始，牧师就要去到伫基山安尼，所以要搁食着黑麻酱面吼，机会就较少安尼。所以呢，咱毋知咱咧想上宴席的时，咱有想着咱介意食啥物也无？伫咱的即个生活当中，咱有介意食的物件，有宴席大概咱可能会调工去找咱想要食的物件，总是当耶稣咧邀请咱做伙来食这宴席的时阵，咱到底是甚物款的心态？当耶稣咧邀请咱的时阵，咱到底是用甚物款的心情？咱是用真刻薄要来领受这个宴席，咱是用真刻薄要来伫遐甲耶稣同坐倒，也是用凊彩的心态。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来保守咱。今仔日的经节，咱有看到讲，咱若无来思考、来反省咱家己的罪，就来守圣餐，等于咧啉食家己的罪。总之是内底，牧师看到遮有一点惊一条当以前咧看这段经节的时，那呢真恐怖呢！
咱可能无法度常常伫遐来反省咱家己的罪，咱有当时会袂记哩，咱有当时嘛毋知咱家己的罪伫倒落。那安尼，咱是毋是常常就咧啉食咱家己的罪？可是感谢主，伫圣经当中，咱嘛有看到，咱若是家己来审判，所以讲家己来审判，还是家己做反省，伫上帝面头前来做反省的话，那安尼就无伫上帝的审判内底。所以安尼讲，咱毋知敢听有，就是咱常常不管咱到底是有咱是毋是有罪，还是讲无罪情形下面，咱若是讲无来做一个反省伫上帝面头前做反省的话，咱可能会陷落伫即个啉食家己的罪。但是伫每一天，咱若是会通知影怎样伫暗时要困的时，甲上帝讲，上帝我有甚物款所在做了无好，伫每一天的暗时，伫上帝面头前伫遐来思考反省的话，咱就袂陷落即个内底。所以感谢主咱有缘相信咱拢是有伫思考咱所犯的罪。每一个主日咱的圣经也好，咱的即个分享者，咱的牧者也好，咱的长执也好，拢有提醒咱爱来认咱家己的罪。所以相信咱每一届的圣餐，的确拢是伫上帝的祝福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咱人放心，总是咱是通过今仔日经节，搁一届来好好来思考，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着咱的这要守圣餐。耶稣伊真辛苦邀请咱来参与，来做伙同齐的这件代志。这是今仔日牧师大概要甲咱做伙来分享的。兄弟姊妹相信咱即马手机拢真方便咱大概要食饭的时，若有食着较机卡的咱拢讲会互啥物人先食去拢去互手机先食去吼，一定爱先翕相安尼吼。有的人吼食饭一定爱配手机有的人吼食饭一定爱看影片伫即个时阵吼咱看见讲伫同齐道的过程当中若是有安尼的状况，咱的心情毋知是安怎，咱的心情到底是啥物款的心态？然后呢，可能有人食饭真紧白白的三两喙就食了安尼，有的人佫真紧食吼有的人看着家己讨厌的即个桌仔顶的物件吼都无想要叮当即个盘子即个咱的箸都无想要叮当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咱的食饭桌的时阵，咱看到即种的情形，其实咱的心加减拢会感觉不舒服。但是当咱伫守主耶稣的圣餐的时阵，咱敢有想过，咱到底用什么款的心态？当耶稣伊辛苦咧邀请咱的时阵，咱受有缘嘛是要安尼的一个心态吗？相信伫食饭桌的即个逐个人伫面头前食饭桌围围做伙，这是一个感情的联系，这是一个分享关心彼此的一个所在相信伫即个所在，咱会当安尼来关心，来彼此来即个互相来提携。这是伫咱一般食饭桌的时阵。当每一届咱的守圣餐的时，咱的态度到底佫是安怎？咱是毋是咧思考？哎呀，即个因为目前吼，咱是无牧师来主堂啦吼所以咱的即个圣餐可能会有当时会较久一撮啦。咱若是有牧师主堂大概是2个月一届。所以呢，咱是毋是即个想讲？哎呀，咱的圣餐的时间佫到今仔日又佫是守圣餐的时阵所以我来参加，也是带着渴慕带着真期待，带着真即个渴慕，尤其是咱来到伫新堂即个所在，第一次伫遮来守圣餐。所以呢，咱到底是用什么款的心情来领受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谦卑来领受耶稣来邀请咱来亲近这个时刻。通过今仔日这段经节，咱要做伙来思考今仔日这段经节呢伫遮呢有一个人真受气吼即伫遮呢，咱看见迄当时即保罗先生吼伊用咱的少年人的口气啦用咱少年人的口气，检查会较无遐尔熟悉总是真牧师安尼来想象用咱少年人的口气保罗伊当时会非常超不爽为什么呢？伊非常的受气，伊直接讲伊讲恁安尼做恁安尼咧领受主的圣餐，根本就毋是伫遐咧领受主的圣餐呢。伫
伫遮咱看见讲即个宴席内底是真好。伫因当时初代教会内底，因可能要伫教会来做礼拜时，因拢会准备一寡遮的餐点，会准备一寡遮的需要的物件，然后做伙伫遐来使用。伫即个咱的信仰内底，伫因初代教会内底，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即个所在咱所看见的是因是一个真互咱值得会当来学习的所在。所以有当时咱看见咱教会嘛有爱餐，所以牧师伫遮要讲的，毋是讲爱餐留备爱餐袂使，是当中伫遮呢有。对因来讲，因有分即个高级还是即个粗俗的即个餐点。然后呢，即保罗先生伊非常受气的所在就是，因有的人可能是真有时间伫遐来准备的，因有真侪时间伫遐来筹备。总是咱看见讲，因伫教会内底变成分门别类啦。因家己只有照顾着家己，因无伫遐来做真好的招呼。有的人呢，来到圣诞节头前，因是无带着疼的，因咧准备这物件是两担，可能嘛包括着抱怨伫内面。因一群人组织伫遐，可能伫遐埋怨，然后忽略着其他的人的需要安尼。所以圣餐这个时阵，咱到底是若真像安尼的时阵，若真像咱有爱餐也好，咱咧领圣餐的时阵，若是即种的心态的话，其实伫人来看，保罗先生拢会受气。咱的主耶稣，伊的心甘袂艰苦吗？这是牧师要甲咱做伙来思考的。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讲，当咱伫有好的这餐点的时阵，当咱要去享受这个餐厅也好，是要去参与一个这餐点的时阵也好，咱会看见讲，咱拢会真期待。用一个比如来讲好可能有这个名牌包包，可能有名牌球鞋，可能有这个名牌的这个手机要新伫遐来伫这个市场来买卖，一堆人安怎半暝半就走去排队。半暝半就伫遐咧期待会当抽着牌然后来买着这个限量款的这个物件呢。可是牧师咧思考，咱咧圣餐的时阵耶稣咧邀请咱的时阵，咱到底敢有即种的心态？咱敢有半暝半就伫遐咧期待？哎呀，时间一分一秒都要过，都要到啊！时间一分一秒，圣餐的时间都要到啊！这是因耶稣亲自所设立的这个价值无比，这个疼的邀请，这个价值是无比的这个疼的邀请，咱敢有即种的心态？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拢会讲吼，咱若去这个食好料的吼，咱拢会拍照对毋对？手机食了对毋对？然后食了下一个动作毋是动筷子呢，下一个动作创啥？发现动啦，然后呢，放伫平台顶悬的，紧发出去安尼吼。但是咱咧圣餐，牧师足少看到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收圣餐了后，咪发现动呢？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讲安尼较对，还是毋对？这是一个咱对伫咱是毋是有期待安尼来甲耶稣来做伙领受这个圣餐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呢咱的态度到底是安怎？咱来当好好来反省、来思考。相信咱今仔日即只收圣餐，上帝的确会大大来祝福咱。圣餐真正的意义伫遮是一个疼的约定，伊毋是例行的公事。耶稣伊伫最后晚餐，伊伫遮刻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然后又搁旁杯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所以呢，咱看见讲耶稣伊安尼真诚恳，伊安尼来设立这个圣餐。这不只是咱咧讲，咱可能用咱所听较有的，这毋是干那一顿饭尔，这是一场这个爱的这个约定爱的邀请这是一个耶稣伊用着伊牺牲这个流出宝血，然后救赎咱的这个疼的邀请。兄弟姊妹，咱来想耶稣伊安尼用心准备，咱要用凊彩的态度伫遐来领受这个圣餐嘛？咱莫讲咱可能无法度去想象，
咱可能无法度去想象讲，耶稣迄当时伊顶十字架来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迄种的受到鞭挞，迄种受到侮辱，迄种顶十字架的疼，咱可能无法度完全100%来想象。咱敢若想象一项事就好。有一个妈妈伊为着囡仔会当每一工拢有会当有即个营养拢有当均衡，所以可能也透早就赶紧来准备即个早顿安尼。妈妈因若有时间的，有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妈妈拢真爱为着家己的厝里人准备每一工每一个三顿安尼。当伊伫遐来为着细囝为着即个细囝有均衡的营养，伊伫遐准备好势，甲所有的即个饭菜拢用好势，然后放伫便当盒内底。结果呢，咱看见讲，即个囡仔去到伫学校，伊拍开便当盒的时，面焦焦，然后埋怨凊彩食的即个菜色无好，迄项物件我无爱食，毋知影通珍惜。然后呢，可能有当时若一开始妈妈准备好势无食早顿去，妈妈可能会心内肝头心内艰苦，家己念两句后一摆就安怎，毋敢早顿去，伫学校就倒掉去啊。兄弟姊妹，那即个做妈妈的，若知影即个囡仔知影咱的厝里的人是安尼在看伊所准备的三顿的时阵，兄弟姊妹，咱的心会当，咱的心敢有法度感受到即个妈妈伊的心的确是会真艰苦的。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安尼伫遐为着咱准备即个暗顿伊暗顿准备了伫遐特别来面对着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伊心迄种的悲白，咱敢有法度来体会？咱要搁犹原共款凊彩来领受嘛？也是咱爱真小心细致，每一工暗时要困的时，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讲：上帝，我今仔日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然后期待伫每一届的圣餐来到的时，做伙来参与伫耶稣所为着咱设立的即个即个晚餐嘛。相信咱拢知影，这毋是一个真普通的即个仪式。耶稣伊亲手为着咱所准备的迄个疼的即个暗顿，咱可能进前无法度来提醒咱用即种的心态。牧师伫遮邀请咱对伫即个主日开始以后的每一届的圣餐，咱的心毋通搁漫不经心来领受即个饼甲杯，咱的心爱亲像珍惜每一届咱咧食即个好食的料理的迄种的心情，伫遐来珍惜咱咧领受上帝所通过耶稣为着咱准备满满的疼。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来保守咱伫到伫即个主耶稣的即个道的时，即个道咱看见讲确实无毋对，这是咧纪念耶稣为着咱所付出的牺牲。但是对伫耶稣的角度来看，伊是为着你我每一个人伫遐来准备的，即个暗顿即个晚餐，即个宴席是为着咱每一个人伫遐来准备的。求上帝来保守咱，无需要请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即个圣餐，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到圣诞道头前。相信咱用感恩的心，用期待的心，用渴慕的心，用反省的心伫遐来领受的话，上帝的确要伫每一届的圣餐内底，赏赐咱恩典满满，互咱领受到上帝的即个疼。不只是例行公事那尔，这是一个疼的邀请。求上帝来保守咱，互咱伫即个过程内底，咱拢清楚知影，咱咧领受的是耶稣为着咱精心策划，为着你我所准备的即个宴席。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日伫遮所为着阮准备的宴席，不只是饼甲杯，更加是主你无条件的疼恩典。也对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接纳，主阮知，阮需要用着反省的心，每一届每一工伫上帝你面头前，通过圣神的声音，对伫耶稣的鼓励内面，伫遐来反省，阮是毋是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伫也期待用着渴慕期待的心，每一届来守来领受，伫即届的圣餐。主你来保守阮，互阮带着感恩瓦克甲愿望来领受这丰丰富富的恩典，互阮珍惜的心来回应主你的疼。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圣名求，阿门。
所以咱要来守圣餐，咱大家来吟圣诗，咱的圣诗221首，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不断无去杀伊。约翰福音6章35到37节。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还互恁，就是主耶稣别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缀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放火讲，即个火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应若恁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火，是表明主的死，伊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别人要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邀请咱做伙，也照伊的名，照伊的模式，咱做伙撒甲祈祷来感谢。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照你的命令，伫遮来摆设宴席。主耶稣，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来摆设即个宴席，阮确信，主阮要对即个来纪念主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由你来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来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有阮用信心来领受的时，阮就通伫你的身躯甲保卫，甲主你结连，主求你来帮助阮，有阮对你的恩典内底，你着帮助，有阮通通过即个饼甲杯来成做阮属灵的陪娘，甲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内底，所行所做，通因光上帝你的圣名，阮的祈祷过来所圣名求，阿门。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请服侍同工来服侍。
我
姊妹，而且咱做伙安尼来守主的圣餐。咱做伙咧逐摆食这饼面这个饭时，是表明主的死，伊已经为着咱准备好势，已经为着咱预备好势，伊也咧等候上帝的时间，要来带咱甲伊做伙相甲见面，咱做伙相甲来祈祷，咱相甲起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主耶稣，阮知上帝你将阮放伫你的手掌中，你对阮安尼的疼痛，你互阮领受，主你流出宝血，受尽凌辱，受尽软骂，所为着阮准备的即个宴席，要做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主阮亲像对身体谦卑来领受，看见主你就是安尼，互阮做宝贝，疼惜阮，知影阮通过圣餐必然伫主的一体，诚做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阮拢是受着主你祝福忠实的信徒。主阮感谢你，主阮要因为安尼的恩典，通有机会满有主你永远的国度。主阮求你来保守，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日子奉献阮本身，诚做偌济你面头前的事，求主你欢喜来感纳，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甲兄弟姊妹做伙有一个圣洁的联系，甲兄弟姊妹做伙同心合一，而且来行起教会，互阮所做所行所想，拢通荣光上帝你的名。主阮来祈祷，拜所圣名求，阿门。谢谢。我即是来报告，请咱摕起周董的周报，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事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57人，奉献2500块；主日二出席12人，奉献280块；拜一妇女团契10人，拜三基督会18人，拜六青少年团契8人，拜六少年团契9人。下周的主日事工分配：讲道林进乐团道，诗会黄志强长老，司琴林嘉温姊妹。同日是李玉洁执事甲陈玉梅执事。敬拜是第二组，电子琴是黄文婷姊妹。主日二是第二组，影音导播是李宗宪兄弟甲张碧伟兄弟。招待是麦雅素姊妹甲李仁雄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下周的周工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敬拜是杨丽春姊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主理是黄建华姊妹，司琴刘美照姊妹。带倒的家庭是郭平安长老的家庭。拜四轮值探访是家庭是黄银花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有黄定修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李玉洁姊妹。拜六青少年团契是参加培灵会。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题目是接结主的工。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35节。台语甲华语咱做伙出声来读一解。请耶稣甲因讲：
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教会的消息。咱今日有来举行圣礼典，咱感谢丁牧师伊来主持这个圣礼典，甲讲道，愿上帝祝福伊的服侍，伊的家庭甲身体。今日礼拜后，咱礼拜部的同工以及各团契会长、校长、团长来参加开会。第三，本会有来伫即个拜六要来举办培灵会，是拜六暗时7:20到9:40。礼拜的时间，主日礼拜后礼拜的主日的礼拜是提早伫9:30开始。讲道的讲师是林进乐传道。请咱兄弟准备心，踊跃来参加，以及欢迎咱来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关心甲带导。拜六的主题是如何去做属灵的使命，就是怎样操练读圣经。经文是出埃及记34章10节，申命记7章9节。拜六的第二讲是如何去做属灵使命，伊的题目是如何操练祈祷。经文是记载伫马太福音14章30节，甲马太福音15章25节，路加福音23章42节到43节。主日的主题是如何为主赢得灵魂，如何传福音。第4点，下主日6月7日会计报告5月份的收支的账目。举行6月份的敬圣会，受请名单如下：我称呼来简略，有陈丽华、黄丁秀、沙慧萍、李佩珊、麦雪如、林和伟等。生日快乐，愿主祝福，福杯满溢。第5点，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举办专题讲座，日期是6月21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地点伫前金教会，题目是音乐与辅疗。讲师是李信仪老师，费用每人100块。要参加的，请咱的妇女团契会长李敏秀会长来报名。第6点，咱本会建堂委员会因为建堂已经完成阶段性的工程，已经结束。建委会到伫2025年到5月31日改编。感谢大位委员3年来辛劳的去做事工，尽心尽力，愿主祝福大位的服侍。咱下一季的轮值表已经排好请服侍的同工到后面的同值的来索取。咱第8点咱因为咱伫6月15日要来参加着总会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坐车的名单如下，因为咱已经报名足久也结束所以咱准备心要来参加的时阵，报名的名单我来称呼来简略。有黄丁秀、麦雅慧、麦雅树、李玉杰、李宗盛、杨丽春、柯福秀、吴秀丽、谢安南、吴玲芬、刘祖义、李秀月、李敏秀、刘安琪、李佩珊、刘安杰、纪冠荣、柯宾汉、陈丽华、陈玉梅、陈玉英、谢丽珠、黄文丽、肖桂勉、黄志强、刘美仪、黄新敏、柯玉昭、林凤静、黄静华、林和武、吴国东梅、刘文晴、陈妍如、王雅玲、杨仲成、李仁香、黄明勇、黄文婷、沙慧萍、聂秀琴、刘安迪等42位。同工上午8点50分，伫中分教会遮来，伫咱的楼骹遐来集合，准时出发。这搁一摆甲咱提醒咱若有袂记日，咱会当看周报，
咱准备心来参加着咱的总会160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主日正道讲述是林进乐传道。圣经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题目是如何为主赢得灵魂，就是怎样来传福音。咱拜六甲礼拜的圣经在咱转去伫就间伫灵修的时阵，咱会当家己准备心，搁一摆来读一摆吼。大道的事项有为着拜一为着上帝的国度，拜二为着教会的推动事工，甲赢这的热心积极参与伫祈祷吼。拜三主日礼拜祈祷会，兄这热心聚会有好的领袖来祈祷。第四为遍牧的事工来代祷。拜第五为建堂事工咱这个奉献来祈祷。第六为着主日的服侍同工来祈祷。礼拜日为着领受上帝的话，感动咱有听有领受来行上帝所予咱的呼召甲祝福来祈祷。搁为着特别提名的，为着病痛的，为着年长，为着心灵生活的，搁为着因为最近有感冒，有 COVID-19，这的病毒，咱为着主来为着这的来祈祷，互主有咱赐予咱有勇健的身躯来抵抗这的病毒，互咱无抵到因为病毒的侵蚀，互咱的身体来抵到伤害。咱也为着顶礼拜，顶礼拜这的奉献的名单，咱若是有错误的，咱会当到伫会计李敏秀执事遐来更正。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月定奉献16名，有36,500块，感恩奉献有10人，有6100块。建堂奉献有10人，46000块；为妇女团契有1人500块；为敬拜赞美奉献有1人1000块。总计是92170块。请恁起立来念奉献诗。咱电视长都要来报全部的。我即个时阵我来介绍一个新人客嘛新朋友啦吼，就是即个罗文柱姊妹，咱泡泡来欢迎，有2班吼来佚佗啦，毋知是咱林文人是毋是我就袂了解，咱等下我紧礼拜4，咱甲伊拍招呼，请咱一下来了解啦吼，好。甲恁补充一样代志，是咱即个下礼拜六，就是咱1年1度的即个培灵会，培灵会，咱有要请咱即个林进乐传道，即个咱拢作息，即个真有上帝所重要工人，真有恩赐，所以咱即个拜六暗时7点20分，请弟兄姊妹会当邀请咱的是有朋友亲情会当邀请伊来参与伫咱即个培灵会，其实下礼拜的主日。咱是9点30分，咱就要开始9点30是9点50 9点30即2项代志咱入去培灵会时间以上甲咱做一报告。这是咱来吟上行的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电牧师来祝祷。
家领受上帝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从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伫到永世代无尽。阿门。